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7日，咱做来读列王记下卷第9章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9章，先知以利沙叫一个先知学生来，甲伊讲：你着准备出发，摕这香油去基列的拉末，到遐着找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亚户，对伊谈判的中间请伊出来，带伊入内房，将香内的油倒伫伊的头壳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了后你着开门，赶紧逃走。这个少年的先知就去基列的拉末，伊到遐看到众军官做伙坐伫遐，伊就讲：将军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亚户讲：你要甲我倒一个讲？少年人应讲：将军就是你。亚户就起来入去厝内，少年人用油倒伫伊的头壳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上主的子民以色列的王，你着杀死你的主人亚哈全家，互我通报复耶洗别留上主的仆人众先知甲其他所有仆人的血，亚哈全家拢着灭亡。所有伫以色列中属亚哈的查甫人，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亚哈的家甲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家同款，嘛甲阿希亚的囝巴沙的家同款。到要伫耶稣列的田园食耶洗别，嘛无人甲伊埋葬。少年人就开门逃走。亚户出去，来到伊主人的军官遐，有一个问伊讲：敢有啥物代志？是安怎这个少的来找你？伊甲因讲：恁捌迄个人，嘛知伊会讲啥物？因讲：莫骗阮，你着甲阮讲。亚户因讲：伊甲我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旗仔的顶站，互亚户徛伫顶面。因分扫角宣布讲：亚户做王啦！安尼，宁示的孙约沙法的囝亚户背叛约荷兰，约荷兰甲以色列军兵捌防守基列的拉末，因为叙利亚王哈西攻击以色列。后来，约荷兰王倒去耶稣列，要医治伊甲叙利亚王哈西交战的时受的伤。亚户对遐的军官讲：既然恁拥护我做王，就毋通互人逃走去耶稣列报消息。亚户就使战车去耶稣列，因为约荷兰要倒伫城里。犹大王亚哈谢已经去伫遐探访约荷兰。有一个守望的徛伫耶稣列城墙顶的守望台，看到亚户的军队来，就讲：我看到一阵军队。约荷兰讲：派一个马兵去接伊，煞问伊讲：有平安无？迄个马兵去迎接亚户，讲：王在问有平安无？亚户讲：平安无平安，无你的代志，对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使者到因遐煞无转来。王阁派一个马兵去，伊到因遐讲：王在问有顺利无？亚户讲：顺利无顺利，无你的代志，对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伊去因遐嘛无倒转来。赛车的装真雄，看起来若亲像是宁示的孙亚户。约荷兰就讲：准备战车，
因就甲伊准备。以色列王约荷兰甲犹大王亚哈谢坐家己的战车出去见耶和。因伫亚述的人拿伯下园拄着伊。约荷兰看着耶和就讲：耶和有平安无？耶和应讲：你的老母耶洗别的阴行邪术要遐济，哪会平安？约荷兰就甲车射翻头逃走，对亚哈谢话讲：亚哈谢，反啊，反啊！耶和出来开弓，射着约荷兰的脚趾柄，箭对伊的心脏冲出去，伊就跌落去，死伫车内。耶和对伊的军官比甲讲：甲伊迄伫亚述的人拿伯下园里，你就会记得你甲我做伙坐车对伊的老爸亚哈的时，上主对亚哈的预言，上主有讲：我昨有看见拿伯甲伊的囝儿的血，我立誓，我要伫即空园报应亚哈，打着照上主的话，将约荷兰迄点即窟园。犹大王亚哈谢看着安尼，就往别哈干的路逃走。耶和入伊话讲，嘛着甲拍死。接近以别人上高尼的山坪的时，亚哈谢伫车内受拍伤，伊逃走去米吉多，就死伫遐。伊的元神用车甲伊的尸体载去耶路撒冷，甲伊安葬伫大卫城伊家己的墓，甲伊的列祖做伙。亚哈谢做犹大王的时，是伫亚哈的囝约荷兰11年。耶和到亚述的耶洗别听见，就西装打扮，对窗仔看外面。耶和入城的时，耶洗别对伊讲：杀死主人的心里，你有平安无？耶和举头往窗仔看，讲：养护我的人伫倒位？有两三个太监对窗仔伫看伊。耶和讲：甲伊下落来。因就将耶洗别下落去，伊的血喷着墙壁甲马。耶和使战车甲伊的尸体交过。耶和入去，也食也啉，讲：恁去处理迄个受咒诅的妇人人，煞甲伊埋葬，因为伊嘛是王的查某囝。毋过，因去要甲伊埋葬，简单找着伊的头壳甲骹手的骨头。因倒来甲耶和报告，伊就讲：这拄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讲的话，到要伫耶稣的田园食耶洗别的肉。耶洗别的身尸伫耶稣的田园画甲粪相款，无人认会出。第10章，亚哈有70个子孙伫撒玛利亚，耶和写批去撒玛利亚，互遐的首领、长老甲亚哈子孙的监护人讲：既然恁主人的子孙甲恁做伙，恁阁有战车、战马、坚固的城甲武器，这张批送到恁遐的时，恁就伫恁主人子孙的中间，拣一个上好上适合的，互伊煞接伊的老爸做王。恁嘛通为着恁主人的家交战。因非常惊，讲：若约荷兰甲亚哈谢两个王拢袂当对抗伊，咱哪有法度？王宫总管、市长甲长老，以及王子孙的监护人，派人去见耶和讲：阮是你的仆人，你甲阮讲的，阮拢要照安尼做。阮无要设立人做王，请照你的意思去做。耶和阁写批互因讲：你若归顺我，要听从我的话，
着取恁主人子孙的头壳，明仔载即个时带来耶稣咧互我。迄时王的子孙70人，拢住伫城内，甲因拥有的尊贵的人引导。耶和会批一个到，因就将王的子孙70人全部杀死，将遐个头壳下伫篮内，送去耶稣的耶和遐。有一个使者来甲耶和讲，因带王遐个子孙的头壳来。耶和讲，将因贴做两堆，下伫城门口，到明仔早起。过早起，耶和出来徛地，对众人民讲：恁拢无罪，是我反叛约荷兰王，甲伊杀死。毋过，这人是啥人甲因杀死的？对安尼通知上主有关阿哈家所讲的话，无一句落空，因为上主通过伊的仆人以利亚讲的话，拢有实现。属阿哈家伫耶稣咧村的人，以及伊的人神、亲密的朋友、祭司，耶和拢甲因杀死，连一个拢无留地。耶和出发去撒玛利亚，伫中途，伊到牧者真油门的厝，拄着犹大王阿哈谢的亲属，问因讲：恁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阮是阿哈谢的亲属，拄要落去访问王甲王后的囝。耶和讲：换我甲因掠起来。耶和的部下就甲因掠起来，伫真油门的厝下井边杀死因，共42人，连一个拢无留。耶和继续进前，拄着利甲的囝约拿达来迎接伊。耶和甲伊请安，对伊讲：我诚心对待你，你敢嘛安尼对待我？约拿达应讲：是。耶和讲：若是安尼，你的手伸出来。约拿达就伸手互伊，伊就牵约拿达上车。耶和讲：甲我做伙来去，看我安怎为着上主热心做代志。伊就互约拿达坐伊的车，到撒玛利亚，耶和杀死所有属阿哈家留伫撒玛利亚的人，连一个拢无留地。拄照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话，耶和召集众人民，甲因讲：阿哈后世巴力还无够，耶和要搁较热心服侍伊，所以就召集巴力所有的先知、祭司，甲拢总拜巴力的人来我遮，一个拢袂当无来，因为我要为巴力举行大祭司，无来的要互伊死。这是耶和的规矩，要杀死所有拜巴力的人。耶和讲，为着巴力召集严肃会，因就宣布，耶和派人去以色列逐所在宣告这个消息，拜巴力的人拢坐到，无一个无来，因就进入巴力的庙。巴力的庙内人客甲满满满。耶和吩咐管理礼服的人讲：礼服摕出来，互所有拜巴力的人穿。迄个人就摕礼服出来互因。耶和甲利甲的囝约拿达入巴力的庙，甲拜巴力的人讲：恁着详细搜查，恁中间毋通有拜上主的人，只有拜巴力的人会当伫遮。因就入去要献祭司甲烧化祭。耶和已经有安排80个人伫庙的外面，佮对因讲：我将这人交互恁，老人得走，放伊走的人会毙命。耶和献烧化祭了后，对护卫兵甲军官讲：入去总台，一个拢毋通互走去。因就用刀杀死所有的人，将身尸ฮ็伫遐，然后过去到巴力庙的内殿，将条伤拢摕出来烧。
因毁坏巴力的雕像，拆毁巴力的庙，甲伊改做便所，到今仔日。安尼，耶和对以色列消灭巴力崇拜。毋过，耶和甲尼巴的囝耶罗波安同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，就是去拜伯特利甲但的金牛。上主甲耶和讲，因为你有完成我看做好的事，照我的心意对待亚哈家，你的子孙要续接你做以色列的王到第四代。毋过，耶和无专心遵守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律法，甲耶罗波安同款，互以色列人陷落罪。彼时，上主互以色列国开始衰微，苏利亚王哈西拍败以色列，占领约旦河东边基列全地，对阿伦山国附近的阿罗尼起到基列甲巴山，就是加德人、鲁贝人、马拉西人的地区，也互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甲伊的成就，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，也互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安葬伫撒玛利亚。伊的囝约哈斯煞接伊做王，也互伫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总共28年。第11章，阿哈谢的老母阿塔尼亚一个知伊的囝受杀害，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所有的后代。毋过，约兰王的查某囝阿哈谢的小妹约示巴，将阿哈谢的囝约阿斯对遐个受害的王子中抱出来，将伊甲伊的儿母藏伫圣殿的困房，无互阿塔尼亚知，互约阿斯免受杀害。阿塔尼亚伫咧犹大国的时，约阿斯甲伊的儿母做伙密伫上主的殿6年久。到第7年，耶和亚大派人调集家里人，甲所有护卫兵的官长，带因入上主的圣殿，来到伊遐，伊甲因立约，互因伫上主的殿就职，佮互因看王的囝，佮吩咐因讲：恁着安尼做，恁伫安息日值班的时，着1/3固守王宫，1/3固守所罗门，1/3固守护卫兵院的后门。安尼轮流固守王宫。恁伫安息日无值班的2队人员，着固守上主的殿，保护王。恁逐个人着带军器，伫王的四围保护。老人强要入来，着互伊死。王无论伫倒位，恁拢着军队保护伊。所有官长拢照祭司耶和亚大的命令去做。逐个官长拢带因的部下，无论安息日有值班还是无值班，拢来祭司耶和亚大遐。祭司就将放伫上主殿内代表王的枪甲盾牌交互遐个官长。护卫兵手举武器，伫祭坛甲圣殿遐，对殿的南边到北边，徛伫王的四围保护。祭司带约阿斯出来，甲伊带王冠，将有关王冠的约书交互伊，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王。因就拍扑啊，话讲愿王万岁。阿塔尼亚听到护卫兵甲人民的声，就去聚集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，看到王照规个徛伫圣殿入口的条边，官长甲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仔，国内的人民拢欢喜分喇叭。阿塔尼亚就拆离伊的衫，话讲：造反啦，造反啦！因为祭司耶和亚大毋爱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杀死，
就命令管军队的官长讲，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，要对伊的就互伊死。因闪开两边，互阿达尼亚过去。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，就伫遐互人杀死。耶和亚大互王以及人民甲上主立约，做上主的子民，佮互王甲人民立约。对安尼，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，拍碎祭坛甲偶像，佮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。耶和亚大派官员固守上主的圣殿，伊甲官长、家里人、护卫兵以及全国人民，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，对护卫兵院的门进入王宫。约阿斯就坐王位，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，全城拢平静。阿塔尼亚已经伫王宫互人杀死。约阿斯坐位的时，才7岁。第12章，耶户第7年，约阿斯做王，伫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，是88人。约阿斯因为祭司耶和亚大的教导，一生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毋过山头坛也未废除。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。约阿斯对众祭司讲：所有献伫上主的圣殿分别做成的钱，无论是逐个人应该献的，也是自愿献的钱，也是逐个祭司对伊所捌的人收集的奉献，得用来修理圣殿所有损坏的所在。毋过，到约阿斯王第23年，祭司也未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，所以约阿斯王召集祭司耶和亚大甲其他的祭司，对因讲：恁是安怎到呾也未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？恁毋通搁对人收钱，着将钱交出来，通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。众祭司答应，无要搁对人民收钱，嘛无要负责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。祭司耶和亚大摕一个柜，伫顶面挖一孔，下伫祭坛边，上主圣殿入口的正边。守门的祭司甲来敬拜的人所献的钱，拢落入去柜内。祭司看到柜内的钱有够多的时，就请王的书记甲大祭司来，将上主圣殿得到的钱点算了包起来。因就将点算过的钱交予监督修整上主圣殿的人，监督的人将钱发予修理上主圣殿的做木师傅甲建筑工人、涂水师傅甲拍石师傅，搁买材料甲拍好的石，修理上主圣殿损坏的所在，以及支付修理圣殿逐款的开销。毋过，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钱，无用来做上主圣殿的银杯、灯芯的架刀、盘、喇叭，甲逐款金器、银器。因将钱拢交予做工的人修理上主的圣殿。因毋免甲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遐个人做代志诚实。毋过，赔做济甲赎做济的钱，无带入上主的圣殿，拢归互祭司。迄时，苏利亚王亚实上去攻打迦得，甲伊攻取。亚实就决定要进攻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斯将伊的祖孙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阿哈谢，甲伊本身所献献化归上主的物，以及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金，拢送予苏利亚王哈实。哈实就无进攻耶路撒冷。约阿斯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
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阿斯的言行起来背叛，伫落去谢拉路中的伯米罗甲伊杀死。遐个杀死约阿斯的言行是示米亚的囝约撒格甲索莫的囝约撒伯。约阿斯甲伊的列祖做伙安葬伫大卫城，伊的囝阿玛谢续接伊做王。咱今读圣经节伫列王记下卷第9章到第12章。